日分享三鄉雅居樂蘭翹嘅一個單邊位別墅。咁依家咧就喺佢一個花園個位置。咁呢個別墅咧係非常之稀缺嘅，因為佢係比較少有嘅一個單邊位置。佢實用面積都好大哦。呢邊咧業主咧係鋪平咗呢個石嚟嘅，然前咧佢係打造咗少少呢個花園送俾你嘅。加埋咧，如果你都中意種翻花花草草咧，呢個位置咧都係啱晒你用噶啦。咁佢嘅實用面積咧都去到差唔多400個平方哦，非常之實用哦。呢個別墅佢嘅建築面積咧係240方嘅，加埋咧佢係上下一共有4層嘅。咁可以見到呢度落去咧就係一個負一層個位置，負一層咧可以作為一個娛樂室啦、麻雀室都係俾你使用，都係冇問題嘅。而且咧係有獨立一個車庫位置。跟住鏡頭，我哋一齊上1樓嘅空間啦。1樓嘅客廳呢度有冇見到啊？我哋成個客廳嘅開間都係非常之闊嘅，而且呢邊咧係整到一個封窗嘅設計。咁我哋餐客廳咧，佢係粵式嘅一個設計哦。咁餐廳位置咧就擺咗張6人位嘅餐台啦，加埋一個餐邊櫃喺度嘅。咁入戶門過嚟咧就係一個廚房啦，U 型嘅一個廚房哦。呢邊咧就係入戶門嘅位置。1樓啦都係安排咗一間客房俾你嘅，同埋有一個洗手間嘅。咁呢邊上翻上嚟咧就係我哋2樓啦，同埋3樓嘅位置。呢個別墅啊，佢真係非常之實用哦，居然可以做到7個房間。如果你屋企人多嘅話咧，又唔想自己裝修咧，呢間別墅可以過嚟睇下啦。咁目前業主放嘅價錢咧去到400幾萬嘅。咁如果你對呢間別墅有興趣，想了解更多信息咧，歡迎聯絡翻我，帶你現場睇下。